最終嘅申請咯。而今次分享呢，自行申請永居嘅方法啦，咁我係會 step by step 手把手教學呢，咁去教大家點樣去完成成個申請嘅過程嘅。呢個全新系列嘅第一集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呢，自行申請永居嘅第一步係需要做啲乜嘢呢？第一步需要準備嘅嘢呢，就係文件。因為申請永居咧係需要好大量嘅文件啦，同埋唔同種類嘅文件啦，而提交俾呢個Home Office 咧去做審批嘅。因為我自己咧就習慣有整理開文件同埋有保存文件嘅，咁所以呢5年裏邊嘅文件咧，我自己都有保存得好妥當啦，同埋都好整齊。咁所以我自己就用咗1個星期嘅時間咧去整理翻我自己嘅文件嘅。如果大家平時有處理開同埋有保存翻文件啦，咁我就建議大家用2個星期嘅時間咧去執拾下